港炒股炒10幾年咧，一路都揾唔到嗰啲專為散戶而設嘅 AI 投資工具。不過呢一刻咧，香港咧終於有自己嘅 AI 就係我哋咧自己開發埋啦。我哋嘅信號系統咧，除咗榮獲咧創業大獎之外咧，亦都有創科機構嘅一個資助。過去嗰年經歷市場驗證，已經咧有超過100位學生咧驗證我哋嘅課程同埋系統，淨係信號準程度高達80%，整體學生咧有70%咧係能夠賺到錢嘅。立即掌握 AI 投資新趨勢，如果你決定咧使用我哋嘅技術咧去突破投資邊界嘅話咧，俾個機會自己即刻睇埋落去。由24到25年，香港同環球經濟根本冇好轉過，香港樓市靜過太空，零售市場仲喺寒冬。咁喺個亂世裏面，有啲乜嘢能夠令到你嘅財富可以穩定增長？冇錯，就係人工智能創富3部曲。呢個課程由舊年推出去到今日，點解可以做到每個月都有學生增長呢？短時間內100個學生呢，就係因為我哋嘅課程真係幫到學生賺到錢，賺到份收入。整體有77.5%嘅學生能夠賺到錢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net 周家慧。最初識 TK 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呢個後生仔嘅樣咁細個，最 surprise 咧就係原來佢喺股票市場已經打滾咗超過10年，出咗一本財經著作，又自己咧開發咗一個 AI 系統。咁早排咧知佢參加咗一個創業比賽啦，攞咗獎，真係好戥佢開心啊！不過睇完 TK 嘅嘢咧，就知道原來可以好簡單啦，因為有 AI 咧就唔需要自己去分析，跟完 TK 學咧就幾個步驟就可以知道咧可以去買啲乜嘢，咁就咧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損失啦，同埋原來賺少少錢喺股票度都唔係咁難嘅啫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Simon啦，我係一位上市公司嘅財務總監啦，平時都好忙好多嘢做嘅，都真係冇乜時間。呢個系統就非常之好啦，咁佢有啲好清晰嘅 indicator，其實你跟住個 indicator去睇啦，然後你自己再做啲分析啦，咁最緊要就梗係上少少堂啦，同埋佢好好地咁樣利用個系統啦，然後每日其實可能淨係花即係一好短，可能5至10分鐘嘅時間買到一啲心儀嘅股票啦，亦都TK Sir 咧第一堂已經係教我哋用點樣入市嘅，咁同埋佢有少少似海龜加入法嗰個故事嘅，就係佢其實將成套策略就咁教咗俾我哋，即係唔係話好多好虛好藝術嘅嘢，而係將成個客觀出入市準則嘅操作咧一次過就俾咗我哋將整個策略，咁所以就好實在嘅，好實際嘅。同埋我哋嘅系統係香港唯一一個有創科機構支持嘅一個項目，你可以放心咧用我哋嘅課程同埋用我哋嘅系統。不過留心啦，如果你諗住咧1晚暴富嘅，瞓醒賺到3-5倍嘅話咧，呢度就未必適合你啦。我明白香港打工咧係好難揾到一個咧自己想要嘅生活嘅，就算咧你哋創業做老闆都好啦，你都唔能夠咧手停口停，花好多時間咧去管理你嘅生意。而我哋嘅課程目標非常簡單，就係運用人工智能將投資做到咧呼吸一樣咧咁簡單。配合系統加埋我獨家嘅教學啦，可以一步一步帶你做到咧想要嘅投資目標。就算你白紙一張咧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如果你想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唔想再消耗光陰嘅話咧，請你喺今年咧俾自己一個重新選擇。新一年新嘅目標，俾份禮物自己，立即預約我哋嘅諮詢。咁我哋咧喺投資課程咧去見你啦。